大家好啊！而家亞基電視台咧狗仔隊亞基咧為大家報導一則有關台長嘅新聞啊！咁啊，本台之前咧就跟蹤台長啦，咁就揭露台長不為人知嘅秘密啊！咁啊，台長除咗之前有大量嘅圖式新聞之外咧，原來今日仲發現咧佢中意塗鴉，係啊，咁即係搗亂人哋嘅牆壁咁啦。咁就頭先咧本台跟蹤咧，見到台長咧準備咗一啲顏料啊，咁樣去破壞人哋嘅即係商店嘅牆壁啊。咁我哋嘅證據都拍下㗎啦，咁就真係證據學作㗎啦。咁我哋咧就會送翻有關方面啊去即係逮捕台長。頭先嘅畫面係好震撼咧，咁啊據線報顯示咧，即係相關方面咧就已經出動一隊特警啊，咁啊為數大概咧28人啊，去而家追捕台長啊，咁啊頭先咧就台長收到信息啦，就聞風而逃啊，咁啊畫面都見到台長係極速奔跑嘅，咁就係而家已經不知去向㗎啦。咁希望咧如果係有人咧係見到台長嘅蹤影咧，就迅速回報本台啊，咁啊等本台咧可以將台長繩之於法。咁啊喺度咧就報道新聞完畢，將支咪交翻俾總台。